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躺平才是王道。就算想不起来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但我知道，我不会认输，也不想认输。你要是撑不住，我可以随时接管比赛。让开！请你收我为徒吧。来，我陪你玩玩。你是不是打从心底就没有相信过我能够打赢比赛？你是不是根本就不认可我，也不想认可我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劝你的，我们并不是搭档。